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过三个主日，做伙来敬拜伊，做伙来亲近伊。伫咱要做伙领受伊的话进前，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即款的恩典，互阮正受阮的今日会当过三个主日，做伙来敬拜你。主，阮只是要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赞，得到快乐，专要困求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引带。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照咱教会所安排的读经的进度，咱对9月底一直到即马，拢在读耶利米书。我毋知影咱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咱的感觉、咱的感受啥款吼？耶利米书读起来应该毋是一卷，互咱会真欢喜、真快乐的一卷册吼。因为先知书信息内底通常会包含审判和拯救这两个无共面向的信息，但是每一本的先知书，伊这两项的比例会无共款。咱即马当咧读耶利米书，真明显，伊审判的信息会加真济，可能是差不多90%对10%这款的比例吼。审判的信息加真济。所以规卷册读起来可能有一款的压迫感，或一款压力，甚至会互人感觉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忧伤，这款的感觉。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伫耶利米书这款遮尔济审判的信息内底，咱永远看会到上帝伊所应允要拯救的信息。咱今日看是第33章。但是咱若对30章一直开始到33章，这4章，互人称作是安慰的册。记载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对因的应允，伊要互受掠的人会当去转来重建因的城市、因的国家，也要重新会当得到过去的荣耀。这是咱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咱会特别注意，大部分是审判的信息。总是由原有上帝所应允迄个恩典要拯救的信息。咱大先要小可做伙来了解耶利米伊服侍的一个背景。耶利米伊是伫南国犹大服侍的一位先知哈。伊是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也就是主前626年的时受呼召，成做先知开始服侍。经历过约西亚、约哈书、约雅敬、约雅斤、甲西底家，这5个王，南国犹大最后的5个王，这是伊服侍的一个时间。前后拢总差不多有40冬。耶利米一开始服侍时，咱得到讲主前626年，这含北国以色列受灭亡已经差95冬，将近1世纪，将近要100冬的时间。那离这犹大国最后灭亡，差不多有40冬的时间，所以咱会当想象耶利米伫这段时间，南国上界尾的这段时间在服侍，伊会承受真大压力。因为这段时间是犹大国非常的混乱，离开上帝，无敬畏上帝这段时间，所以真做先知，真做服侍上帝的奴仆，我想伊会承受真大压力。真做先知，伊的职分就是真做上帝的代言人，将对上帝所领受的启示，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来传互百姓来了解，互百姓会当了解上帝的话，会当照上帝的话去行。先知的使命，伊就是爱真忠实来传讲上主上帝所启示的信息，毋是照家己的想法、照家己的意爱去传讲，是着照上帝的启示，真忠实来传讲。先知也普遍有一款的命运，就是无互当时代的人来欢迎，甚至会受到迫害。咱都有讲先知耶利米，伊是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开始真做先知哈。咱若对圣经小可有识，咱会知影约西亚王是犹大国上界尾的一个好王，
伊是倒数第5个啦，但是伊是上尾一个好王，剩咧接续4个王拢是无好的王，伊伫即个约西亚做王，即好王咧做王的时开始服侍，所以伊伫一开始服侍的时，检查压力无遐尔大，迄王佫算是尊重上帝、尊敬先知，但是伊伫迄个时阵，伊所领受到的信息是关系审判的信息。当国家当这约西亚王咧推动宗教改革，整个国家看起来像还袂歹的时，伊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却是关系审判的信息。伊指出犹大国的罪恶，这个罪恶就是虽然有限制，有侪仪式照常咧进行，但是这个仪式拢简单图具形式，简单有一个外表，简单有一个外壳那点，无实质的意义。人无真正和上帝有一个好的连接，人的参加这个宗教的活动，和你的生活是完全分裂、完全无关系。限制纯外口的形式那点，人普遍离开上帝，去拜其他的偶像，人也普遍唔听先知的警告。这是耶利米伊一开始咧服侍时，伊就领受这款的信息。也来传讲这款的信息，所以咱会当想象，当众人感觉国家也袂歹，也佫有真有愿望的时，伊传讲哇，咱的国家有犯真大的罪，这款话伫当时的人听起来当然真插耳，无好听的话，所以耶利米伊也渐渐无受欢迎，也受到真侪压迫，这是耶利米伊所领受的信息。接续伊嘛指出。犹大国若是无愿意悔改，无愿意转来到上帝爱因行的道路顶面，那呢最后犹大国的结局，就是上帝要通过巴比伦来甲因管教。巴比伦要成做上帝手中管教的管来刑罚这犹大国最后国家的灭亡，百姓会受掠，会失去因家己的国家，失去因家己的自主的这个主权。这是耶利米伊所领受关系审判的信息。这款的信息，我想无有人爱听因为足直接讲到你的缺点，讲到咱的错误，而且这款缺点错误可能是一般的人表面看袂出来，但是通过先知的启示，耶利米讲出犹大国当时的情况，必须爱紧紧悔改，若无上帝刑罚难免就要来，而且这刑罚。这个处罚是非常严重，通过当时上界强大对北边来的巴比伦来成做犹大的刑罚，为整个国家带来真大的灾难。伫领受审判的信息的上时，耶利米伊嘛有领受关系拯救的信息，特别记载伫咱拄则所讲30到33章这个段落内底咱若看30章的一开始的经文有讲耶利米领受这段信息的时，是伊抑搁伫王宫内底的监狱的时有人安尼推算，迄个时间应该是犹大国要灭亡的迄当，也是前一当啦所以咱会当了解，伊领受到这个拯救的信息的时，等到是国家已经两边要灭亡可能明年就要灭亡伫迄个真关键的时刻所有的人，包括王，大概拢知影，咱的国家应该是无介好巴比伦已经出兵咧，甲咱包围耶路撒冷城受攻破是早晚的代志伫即个看起来真绝望、真无愿望的时，耶利米伊通过上帝启示，是领受到关系上帝拯救的信息。上帝讲，伊袂完全来毁灭伊的百姓。伊袂完全来毁灭犹大的人民，以色列的人民。上帝为着以色列来留存渔民就是村内这百姓。这渔民所指的，就是讲，有愿对上帝有忠心，有愿对上帝有敬畏、敬拜上帝这的人咱知这渔民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咱伫圣经内底，咱嘛看到几啊摆因为少数这敬畏上帝的人，成做整个团体得到上帝拯救，这个真大的关键
咱真实的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亚伯拉罕和上帝伫遐讨价还价，对无？恁这段有熟无？一开始讲50岁，若有50岁义人，上帝讲我都无爱毁灭索多玛，45、40、30、20，最后是10岁。这尔啊大城内底找无10岁义人，所以只好承受上帝的处罚哈。一个城内底，一个团体内底，虽然对上帝忠心、对上帝敬畏的人是少数，但是我想要真做一个关键。我想这特别对咱台湾吼，咱的社会来讲，咱的环境，咱毋是基督教的国家，咱真捌上帝人也少少。总是咱来知，咱要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吼，真关键的少数。愿咱会当常常为着咱的国家吼，为着咱的社会来祈祷，求上帝的帮助，上帝稳定，甲咱的国家三个地带。第30章11节有一段经文安尼讲。我来念互咱听吼，讲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嘛要完全毁灭我赶你去遐个国家。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30章11节，上帝通过耶利米真清楚甲犹大的百姓讲。因因为犯错，因为得罪我，所以袂当无受处罚。上帝的公义，袂当无看你的罪恶，罪恶犯罪就爱受处罚。但是上帝真清楚甲人讲，伊无要完全消灭犹大百姓，伊愿要为因来保留拯救的稳定。第二耶利米伊嘛领受着这百姓虽然国家人民要灭亡，伊会受掠。总是因会对受掠的地，搁一摆搁转来。当日子满足，当上帝计划成就的时，上帝要亲自带领伊的百姓，搁转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所在。33章的第7节，咱拄则有念过，安尼讲，我要甲受掠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带倒来，重建因的家园。以色列，咱会记得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超过。那这个时阵应该是超过130档吼，已经灭亡真久的以色列，和拄要灭亡的犹大，有一日上帝要甲因合作伙，搁带倒来吼，互因会当重建家园。这是上帝通过耶利米对当时国家特别灭亡、真绝望、真无盼望的犹大的百姓所讲的这个应允。耶利米伊嘛通过这段经文得甲。百姓讲，以色列人有一日会记得悔改，所以上帝要赦免因的罪，因要得到上帝重新的接纳，上帝也要和因立一个新的约。第33章的第8节，咱拄则有有读过，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搁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31章的31节讲，上主讲，看咧，日子得要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立新的约，上帝要和伊的百姓来立一个新的约。因为过去的约，因为百姓的背逆犯罪，迄个约已经失效去。上帝要重新和因立约，和因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想这对拄着国家要灭亡因为因的罪犯罪来受到真大的处罚，这百姓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安慰啦只要愿意悔改。上帝稳定又愿甲因三个地带，上帝稳定又愿无离开因。最后耶利米也领受这个上帝应允，就是关系弥赛亚的国度要临到的这个应允。弥赛亚以来要建立一个完全公义有久长和平的国度。这是伫国家要灭亡，百姓看起来完全绝望无盼望的时。先知耶利米伊领受这款关系拯救、关系稳定的信息。这第2部分关系拯救的信息，咱嘛通想看卖。当国家灭亡已经事实已经摆伫眼前摆伫目睭前。耶利米讲恁放心上帝佫会恩待咱。这百姓可能嘛听无啥会落所以毋管耶利米讲的是审判的信息，还是拯救的信息。
这百姓其实拢无法度完全了解吼，也无啥愿意听吼，所以这是耶利米伊的一个无奈，互上帝呼召，成做一个宣讲的奴仆，但是偏偏伊宣讲的对象，对王到官员到所有的百姓拢无愿意接受，无法度接受吼，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代志。咱的中文甲先知吼，或者先知先知影吼，所以先知伊通常是行伫一个时代的头前的一个人，伊通过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以领受的信息通常会超越当时的处境，会行伫遐头前，所以伊所领受、所传达的信息。互当时的人，若毋是无愿意，无就是无简单来接受吼。所以这是耶利米，也是其他的先知因所拄到的一个困境。信息是真实对上帝所领受，但是伤超越毋是当时的人会当领受、会当了解的。所以耶利米伫即款的处境内底，伊常常为着国家、为着百姓，即个无法度挽回灭亡。受掠的这个命运来悲伤啼哭，伊嘛因为安尼，互人称作是流目屎的先知。耶利米的流目屎，我想毋是简单，因为伊的个性的原因，较软正的原因定主要是因为伊伫即个时代，即个困难的时代，要传达上帝的话语，真正是无简单，受到真济压迫、真济迫害，几下届差一点失去性命，讲的话佫无人听。知影国家得要灭亡，但是佫无力通挽回，咱会当想象迄款的心境，通讲是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力感接续咱要做来看上帝管教和稳定。管教和稳定这两个字，有当时咱像感觉是对反的两个词啦，咱感觉咱像连袂起来但是我想咱若详细思考，咱就会知影。真正的听，还是讲真正的稳定其实是爱有教导、有管教、爱有原则的。这个听若是无原则，咱就诚做听信这款的听，毋是真正的听对这个人也无一定有真正的利益反倒会诚做伊的一个伤害。上帝听伊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上帝也用伊适当的方式来甲因管教伫希伯来书12章的第6节安尼讲。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人，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上帝所听、上帝所接纳、上帝所拣选的囝儿，伊就用伊的方法来甲伊管教。所以管教是出自上帝的听，管教也有对咱的性命有真正面的一个帮助。但是管教会互人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管教虽然会互人第一个感觉是感觉讲会受到约束，真无自由，但是咱若详细来想，管教确实会当互人伫即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来受到保护，互人的性命会当伫即个保护内面得到成长、得到成熟，最后要来享受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会记伫较早的分享内底，捌用一个例来讲管教即件代志我阁一摆用这个例和咱做伙来分享。我毋知咱敢有种过家己种过菜瓜的经验。我头拄第二场第二场少年，我问讲，恁有听过丝瓜无？因竟然有人听无。我讲你敢若听过丝瓜蛤蜊尔我毋知影丝瓜生做啥款菜瓜咱知影伊是酸甜的伊毋是一张树仔是酸甜的所以爱搭一个饼互伊酸去顶悬，伊才会当伫顶悬生了真好籽多点落，伊多布下出来发还袂介悬的时伊迄个叶真够安尼垂落啦你也无甲固定起来，无甲固定伫垂仔顶，无用绳仔甲绑起来，伊真够落落伫涂骹，落伫涂骹会安怎？会烂去会落嚟来食真侪虫会来甲加无法度成长了真好，所以你要互伊顺即支锤仔安尼爬去，就爱先甲用绳仔甲箍者箍掉当然毋是白做暗啦小可箍的
我想上帝管教对咱的生命的管教嘛，拄亲像是安尼吼。上帝的目的，这个在蔡国人的目的，毋是真正要甲别个死，毋是，是要互伊会当伫即个正确的方向顶面，正确的道路顶面来成长来成熟。当伊愈来愈大，大较顶悬的即个边仔是到需要搁拔，伫遮是爱啦，到顶悬边仔是着免搁拔啊，互伊会当真自由来成长来发展我想咱人的生命嘛共款，伫咱幼稚未成熟的时，咱就需要上帝话来成做咱生命的管教的约束，互咱会当行伫一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无偏错去有一日咱的生命，咱来成熟，会当得到一个真正伫真理内底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上帝的管教要互咱会当伫正路顶面来得到保守，互咱的生命无得到偏差。以西结书33章11节安尼讲，你着甲因讲，我至高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我毋爱歹人死亡，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以色列人啊，恁着悔改，活倒转，离开邪恶的行为，恁乃要找死咧？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的心意是啥款？上帝毋是望人因为家己的罪来死亡但是人若无愿意悔改，继续伫罪内面，最后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到。上帝是望人听到上帝话了后，会当悔改，会当转来到正确的道路顶面。那安尼，上帝就要互因有一条会当行正确的道路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管教约束。无自由，毋是上帝的最终的最后的目的啦上帝最后目的是要互咱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咱生命会当来成熟来成长。第二，咱要做伙来思考，伫管教内底有缘有稳定。伫咱今日所读的第4到第9节，咱真清楚来看到，上帝伊对安民毋看毋顾。到各属福乐各属稳定，各属祝福伫犹大百姓顶面，上帝捌因为伊的百姓的悖逆、疑心、罪恶惯满，对因毋面毋看，但是上帝伊嘛应允，有一日伊要来除去因的罪，搁一摆来赐福互因。罪要得到除去，要得到赦免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先决条件就是人爱愿意悔改整个国家爱愿意认罪悔改所以当因愿意认罪，为着家己的罪反悔时，上帝要对毋面毋看，变做各使因福乐各使因福气喜乐接下来第10节一直到13节，咱嘛看到。对拍远无人到各一摆欢喜快乐得到兴旺罗撒冷城因为百姓的犯罪来拍远，但是上帝伊嘛应允，要各一摆互伊来得到欢迎来兴旺。城中要各一摆来充满欢喜快乐，而到上帝也向上帝献祭的声。伫耶利米书29章11节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欢迎，毋是要互恁受灾祸，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上帝对伊的百姓的计划是要赏赐平安，赏赐因有欢迎，毋是要互咱拄着灾祸。灾祸有当时是上帝不得不伫咱这个人生的道路行歪错的时，互咱适当的管教，总是伊对咱生命上较尾的这个计划是要互咱通得到平安。我想在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咱通常在会记得，上帝稳定永远无离开咱。毋管咱人生的境况，即马是顺境还是逆境，咱会记得上帝的稳定，拢永远甲咱相甲伫地。最后，咱要做伙来看14到18这个段落这是上帝几个应允内底，我感觉是上界大应允，也是上界大一个稳定这段是关系代表的国度要搁受到恢复甲延续的一个应允。咱会当对两个面向来理解。
第一是即个地上地面上的即个王权的恢复。咱知影以色列犹大啦，犹大国即个时阵念伊特别灭亡，因会失去家己的国家，失去家己的主权，无阁有王，无阁有家己的国家但是上帝应允因以色列国要重新来得到建立。这是利未人的服侍要得到恢复等于因的制度国家因要阁有家己的一个主权这是第一个面向，地面上王权的恢复当时犹太人听到这款信息，可能对因来讲是一个无介好理解啦遮尔严重，遮尔大，遮尔强大的巴比伦已经来到。甲耶路撒冷城包围，耶路撒冷城叫要去用攻破的时，国家叫要灭亡的时，耶利米传讲即款上帝要互大笔的后裔过来做王，要互因会当个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想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愿望，无毋对，但是也无介好领受，无介好理解。第二个面向，咱要来看这是搁较远关系弥赛亚国度的降临。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搁较无简单理解因为这毋是年边要到这是真远的事。伫新约时代的咱可能会当较简单了解将这段经文连接到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来到这款的应允咱会当甲伊连起来。所以这段经文互人算作是弥赛亚的应允咱伫旧约内底特别侪的先知书的信息内底，拢有关系弥赛亚的应允。上帝将来要差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拯救者若翻做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拯救者啦上帝要差遣伊拯救者来到这个所在，建立一个弥赛亚的王国。伫代表的后裔内面呢，迄一位咱大多有看经文的，讲迄个大卫的之子代表的后裔内底要出一个基迄个基伊是用单数就是其中的一位啦其中的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伊要成做这个弥赛亚，伊要带来公平正义的一个国度。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上帝互咱上界大的应允，上界大的稳定，因为耶稣基督的临到，互咱会当和上帝重新来建立关系。咱过去和上帝的关系就那亲像犹太人因为犯罪和上帝关系破裂共款。咱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所做的代志，为咱的牺牲，互咱通重新搁一届来到上帝面前，成做上帝所听所拣选的囝儿。圣诞节的这期后个月就搁要来愿咱会当做伙通过纪念和迎起耶稣基督的降生，咱会当搁一届会记得，咱拢是领受上帝真大恩典的囝儿，也无论咱伫啥物款的境遇内底，咱拢会当经历着对上帝遐来赏赐教育用的恩典伫咱的生命内底。伫咱人生的道路，我想一定会有拄到困难挑战的时，甚至最困难挑战会互咱感觉真绝望，毋知要安怎行落去。我想上帝话要真做咱的提醒，搁安怎无愿望，搁安怎绝望的境况内底，上帝恩典无离开咱。只要咱愿意听候，愿意来敲找这位上帝，伊的恩典，伊的拯救，永远要甲咱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通过圣经你的话来真做阮的提醒甲帮助。特别伫阮的人生拄到困难挑战，毋知影要怎样继续行落去的时，你的话真做阮的鼓励。只要阮愿意专心听候你，愿意专心来敲找你，你的恩典要搁一届来到阮的生命内底，你也应允要通过耶稣基督来真做阮的帮助，互阮通重新和你来立一个新的约，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主恳求你将这款的话放伫阮的心内，真做阮的提醒，真做阮的开力，互阮会当较赢阮人生内底一切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